台湾吴同良表示，台湾首府大学去年因为董事会资金不足，已经被教育部列为专案辅导学校。111年国系所得全面停招，虽然一直到明年5月才完全退场，不过议员徛伫地方发展的理由，积极希望市府接管，争取学校原本的资源，看是要规划长期照顾中心，还是全民运动馆拢便便。市政府们让先做这钱啊。比如我在争取一个全民运动馆，那总要去善用那边的场所来把它更改为全民运动馆，有没有道理？我都愿意，但是跟你报告就是现在因为学校还没有退场，到今年7月以后，8月1号开始学生走了，才会。我知道。教育部因为学校有跟教育部借款，借钱来发下薪水啦，所以钱也未行啊，中央会先接管，接管了，咱要甲中央申请讲，无恁看会当，看安怎样会当，互阮一款设施，因为中央嘛听讲有机关要进驻。议员除了争取接管台湾首府大学的资源，嘛进一步针对地方多年争取的6家青少年极限运动场，要求尽速规划，期望今年得当定案。会中嘛用以争取6家多功能运动公园的建设以后，包括沙滩排球拢成为比赛少用的场地，对地方发展扮演重要角色。今日新闻，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。